大家看清楚，我結要就住腳鐵啦，腳鐵粒上呢係水山線嘅，就像我是豐泰嘅品種，幫大家看啦，要走下青龍方向啦，冇風嘅旗啊！我嗰邊呢，我就冇看到啦，就撈過嚟啦。呢個隨風嘅旗嘅葉上，隨風旗，就係喺上面講一個小光光嗰個，就看得好清楚啦。其實山就嗰個，其實山就嗰個啊，其實山嗰個，就結咯結天呢就嗰個呢係，結天就嗰個係。係啊，就話右邊泡芙咗，右邊泡芙，其實係樹病風啊，樹病風，佢係賣晒錢，呢樹山線嘅樹病風，我其實呢係五風，其實五風啊，其實係真正嘅五風，係叫馬蜂嘅五風啦。你大家就看清楚下，嘅之前呢啲做要包落嘅喎，都要包落嘅喎，包落成日包落到掛啲嘅喎，其實啲青龍呢，青龍方呢，唐曲湖呢，青龍方呢，撈青龍方嘅個撈，包個撈，個撈啊，皮皮衰天冇晒啦，即產出個掛啲，產出個掛啲啊！嘅知，大家看看做安檢啦嘛，做安檢啦嘛，唔係佢要落掛啲就要照本大家你看下，我下就啱咩，唔入其中一隻跟隨嘅添，大家看清楚啊，我邊嘅隻牧羊嗰啲有隨風。有隨風嘅喎，有隨風，係隨風嘅片嘅，冇隨風遠風嘅片嘅，哎呀，屌難啊！扶手過，我哋扶手過有冇乜來難看，開架清楚度，可以走下清楚度，就走清楚啲本係你看下，大家看下刺旗嘛，嘅山刺旗嘛，樹上嘅呢個樹上是左右片，是呢個跳過，就話泡芙片咗啦，就泡芙片咗，大家看下松燒嘛，其實樹病風同松燒嘛，要看下個馬蜂，個馬蜂呢係五蜂啊，馬蜂五蜂。慢慢就走過咗，看清楚喎，佢喺山上撈過嚟喎，喺山上撈過嚟，就撈啲啊，看清楚，左右走俾你看啊，我要走俾你看啊，慢慢放棄，喺山上撈過。要就泡芙餅就，充氣頸要包下成啲咯，看到未？充氣頸要包下成啲咯，做埋啲腳鐵要做完底，因為做高粱呢，啲廠頸啊白劇就講噶啦，白劇白放啦個石頭啦，專門嚟做高嘅，腳鐵，所以就做底啦，喺個出個洲度噶啦。計遠風幫你看啦，遠風，唔看到冇啦，遠風，其實之前呢呢上呢撩嚟認熟啦，佢係認熟，好刺激噶，其實啊，送入片走咗嚟啊，兩片之間，這樹上，嚟來其實係新講。
我就黑身個皺紋幫你看啦，看清楚喎，其實至少撈嗰啲喎，最撈嗰啲，那個幫你看過嚟，個也高了左邊，比較空了，所以你就對了，我做到埋樣呢，做到長風7期披薩，3日有事，宵夜就看唔看都冇嚟，就撈個裏面嚟啦，就個裏面啦，所以就冇長風7期披薩啦。呢位樹上呢，看清楚喎，嘅岸沙呢夜下緊超咗嘅岸台，看清楚啊，超咗岸台最上嗰個亮片中間個，亮片中間個，看清楚啊，之後嚟佢手光靚咧，看得快啲，冇看人快到，看到嘛？四邊風。5風冇錯噶啦，謝謝大家宣傳啊，下次